后来乡亲继续来看这个桃园机场爆发着群聚的感染，全台湾各县市的防疫提高警戒。这个下港、嘉义以南4个县市，这2天开始来设大型的注射站，除了会当注第1剂、甲第2剂之外，嘛开放预约注第3剂。民众注射意愿算悬。 嘉义县长到1万通人去注，台南市嘛将近15000人，高雄市嘛真踊跃，早起就未少人是去注第3剂。大家对夜班的工作人员要去注意防射人有够侪。等候区以啊，强要无够侪，因拢是无主文去现场排队的。咱就知影这疫情严重，我等下过来讲有咧注第3剂啊，是毋是啊？ 因为疫情较紧张，注文注预防射的人搁较侪，差不多拢是注第3剂。那买家的店我玩这个较不好呢嘞。现在那个 Omicron 感觉好像越来越发烧了，所以还是会担心，所以今天就赶快带妈妈过来。 高雄市为了要塞第3剂疫苗，为昨起伫红线有设注射站，提供是莫德纳。头一天注文的将近4000人，随到随住的嘛将近500人。今日虽然是上班日，不过来注射的人比昨较侪。那台南市呢，是伫假日时加开文化中心的注射站，提供是 BNT 的预防射。 8点半开始注射前，都有真侪人来伫排列，真侪拢是透早就来排列的，有一半以上是来注对价剂。现在疫情严重，所以才来打。因为目前疫情也有慢慢的严重，然后想说打个第3剂，然后保护自己，也可以保护别人。 台南市卫生局统计，为1月初7宣布注第3剂了后，到1月初9昨为止，已经有14854人完成注射。搁往北来看嘉义。 大家坐好好，胸坎拢打号码牌啊！嘉义县最上各区有设注射站，昨礼拜头一天开始注到真侪人，大家拢爱领号码牌啊！一天甲算的做的人有10129个人嘛，算是真踊跃。因为桃园机场感染事件扩大，和国内防疫又搁开始紧张，各县市开始咧催注这个预防射，只要第2剂注满84天的，就使注文去注对价剂。希望讲大家赶紧注预防射来提升保护力。